2005年，台湾女管节全国参女服务比赛是伫南投来举办，有超过200个选手来报名。主办单位是希望讲，透过比赛会当鼓励这业界内良性的竞争，而且也通来强化国内的观光。嘛，因为即马参女检的人力是真欠缺，所以望会当请更较侪学生来投入这个产业。 学生普遍层正式手，台湾女管节全国参女服务竞赛拜四开幕，比赛项目有普遍层加旁盘啊，考验参女服务的专业。南投县袂少地区拢是偏乡，女属业欠人的状况真严重。主办单位望透过比赛，吸引多一学生投入参女领域。另外，女管业者也指出，国际旅客虽然有豆啊回流。 不过，国前出国游览的较侪，伊国今年观光客差会差别1000万人，需要政府甲业界做回来努力。是在我们偏乡观光区，我们距离很多城镇、乡镇很远，导致我们要一些在地的人力老实讲，真的是应征不到。入境跟出境的相差将近有1000万啦！咱来参这个国家也好，业者也好，大家共同努力来达成。 并观光，南投县长认为中央爱有固定的计划，也应该和地方结合，发展各县市的特色。在地方的活动上面，季节性的也非常的多。那中央不是做单向投递的宣传，而是要跟地方政府结合起来，发展各个县市政府的特色。中央我们这边或许会明年会有很多的推行的活动。 好，那一些政策方面，让全国一起带动的方式。交通部观光署表示，明年中央会有活动政策来推广地方的特色，也甲地方政府观光业者、相关业者做过推萨过来旅游。另外，针对参旅业欠工的问题，今年外籍实习生来台湾实习时间也对原本1年，延长到2年，希望会当增加人力。记者辛平仪南投报道。